大家好，而家呢，我120就可以去第二世界啦，係咪好勁呢？係咪好勁啊？係好勁就俾你哋睇下啦，俾你哋睇下有幾勁啊！好勁嘅意思真係啊，一啲都唔勁，所以都係去返第一世界。管理員，我用呢個就係幫助佢。喺呢度上呀，得。因為海浪就要直接過，因為我試過嘗試去14關，就算我120仲係唔得嘅。好慢3、2、1，開水最快3、2、What the heck？快！你話邊度快？呢度3、2、1，我就直接飛啫。我唔前心啊！點解突然間會飛？11啦，一啲都唔難。我而家可以飛上去啊！飛上去，唔知死。不是原地。努力的使用力。我都不快了。個窿。哎呀，好快喲！看看誰比較快啦。拜拜。哎呦！好啦，超級容易。點解唔知啊？
唔夠快啊！鎖匙、鍵盤，總之唔理啊，唔理叫咩，我要攞。加多啲啊，應該會睇下有冇感覺先。35打錯啊！35、30，咁努力，呢度同我玩嘢，下一個要3A，冇可能。新一定要嗰個管理員惡用啊！如果唔係啊，我真係〜